监控，有监控更好啊。那等下还省去了老子拍视频的过程。兄弟们，给老子上！把林淑琴给我捆起来！妈的，这么水灵的娘们儿，老子今天要好好感受感受，这他妈到底是什么滋味？不想死的，给我滚！哎呦，家里有男人啊！林淑琴，这是你的姘头啊！正好，一会儿让他亲眼瞧瞧咱们怎么伺候你的。喂，警察吗？我这里是……妈的，还敢报警，找死！你才是找死！妈的，狗杂碎，太岁头上动土！今天老子就让你们知道知道死字是怎么写的！兄弟们，给老子上！把林淑琴和这个杂碎往死里打！小子，我告诉你，老子可是……大哥，我错了，大哥，求求你，把我当一个屁给放了吧！滚！谢谢大哥，谢谢大哥。把门关上。是。这个扣子，陈峰，你要对我做什么？你是我小姨子，我能对你做什么坏事？我是发现你衬衣的那一颗扣子好像有些不对劲。我看你才不对劲儿。喂，你别走啊！你还没告诉我然然在哪儿呢？刚才是不是黑龙他们来过？他们人呢？就那几个废物，被我3-2招就解决了。2年前你就是个养尊处优的大少爷，什么时候还有能力打混混了？士别3日，定当刮目相看。这样的混混，别说5个，就算是50个。陈峰，我确实要对你刮目相看。和2年前比起来，你吹牛的能力强了不少。是不是警察来了，把他们给轰走了？啊，对，你说的对。哎，等我！我刚刚看到他好像拿了一个小孩的幼儿园接送卡，应该是去接然然，我得过去看看。滚出去！杨少，我有事报告。滚出去！是。东西拿到了吗？没有。这也就是说，你失败了。林淑琴家里有一个男人，身手很厉害，把我们兄弟几个全部都打伤了。我他妈不想听任何借口！老子有没有跟你说过，那个东西对老子很重要？杨少，对不起。叶英，你是职业杀手，现在去给我办一件事情。林淑晴手里的东西，今天之内必须给我拿回来。至于林淑晴不老实，就直接杀了。是。然然，小姨在这里。小姨，老师说下周幼儿园要举办运动会，要爸爸过来参加。那还是小姨过来陪你，好不好？小姨，然然没有爸爸吗？谁说你没有爸爸？然然，我就是你的爸爸。小姨，他真是我爸爸吗？对，他就是你爸爸。来，然然，爸爸抱抱。
2年没有见到我的然然，一下子成这么大的小美女喽。然然，你看，爸爸给你买了好看的裙子，还有娃娃，还有零食。哇，谢谢爸爸。看来然然还是需要父爱的，血浓于水的亲情，即便是2年没见，然然和陈峰还是这么亲热。这扣子，我刚才真的错怪陈峰了，他真的是发现了我扣子不对劲的地方，不是对我有那种想法。然然，我们回家。陈峰，我们一起回去吧。爸爸，走吧，我们一起回家。然然昨天还画了一张爸爸的画呢，回去我给你看好不好？好啊，走吧。你好，请问你是然然的家长吗？我是然然新来的生活老师。腰间微微鼓起，右手虎口处很深的茧。幼儿园老师绝对不可能这样。是我，你是？我是然然新来的生活老师，有件关于然然在幼儿园里的事情，我想单独和你谈谈。是然然在学校里面不听话了吗？不是，就是有一件关于然然在幼儿园里的事情和你谈谈。这样吧，我们去旁边聊一聊，怎么样？我们不去办公室，幼儿园里面老师正在开会，我们就去旁边没人的地方聊2句就行。那也行。这位老师，我是然然的爸爸，有什么事情和我谈吧。老师，然然有什么事情跟我这个父亲说吧。然然是女孩子，有些生活上的事情我还是跟她说比较好。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作为父亲都是可以知道的。陈峰，你说话就说话，抓人家的手干嘛？走吧，我们去旁边聊一聊。刚对你印象有些改观，你居然当着然然面去抓人家女人的手，真是本性难移，也不知道在然然面前收敛一下。然然，我们走，回家。我们不等爸爸了吗？不等了，等下让他自己回来吧。说吧，我们家然然到底有什么事情？你识破了，对吗？看来林淑晴身边最大的障碍就是你，那你就去死吧。就凭这玩意儿让我去死？想用这玩意儿杀死我，还差得远。你，这怎么可能？说吧，你找林淑晴到底因为什么？又是谁派你来的？我不能说。不说？那好，跟阎王戴决好，你这条命算我的业绩。我说，是杨家的杨浩明让我来的。继续说，你们要林淑晴手里的东西是什么？是林淑晴开发的一款软件。这个软件一旦上市，会对杨浩明公司的传统生意造成极大的影响，所以杨浩明想要把这个软件抢夺过去，毁灭掉。所以林淑晴3番5次遭遇危险，都是杨浩明所为。是，杨浩明说东西不拿到手，誓不罢休。该说的我都说了，放我一条生路吧。放你一条生路没有问题。如今法治社会，我也不愿意杀人。不过，你得帮我办一件事情。什么事？把你的右手捏成拳头，伸出来，伸出中指，保持着这个姿势，回去跟杨浩明汇报，并且告诉他，如果还有下次，我会亲自送他去喝孟婆汤。陈峰，你以后在然然的面前稍微注意一点，你刚才的行为会给然然传递非常不好的价值观的。刚刚那个老师有问题。有什么问题？然然，刚刚那个老师真是你新来的生活老师？不是，我没有见过他。那你刚刚怎么不跟我说？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新来的啊。那刚刚那个老师有什么问题？他是一个专门推销课外辅导课的业务员，
现在不是不允许推销这种吗？所以我才把他拉开，狠狠地训了他一顿。那你以后也不能当着然然的面，动不动就去拉别人的手啊。行，知道了，以后一定注意。知错就改，还是好孩子。夜莺，你找死吗？敢对我做这样的手势？杨少，我被点了穴，我收不回去。这么说，你也失败了？杨少，我失败了，是林淑晴身边的那个男人给我点穴，让我保持着这个手势来跟你汇报的，并且他还说，如果还有下次，他会亲自送你下去喝孟婆汤。妈的，这是直接挑衅我！杨少，这个人很厉害，我近距离开枪，他都能躲过子弹，并且还直接把我手里的枪捏变形了。这个林淑晴，什么时候身旁多了这么厉害的一个人了？不过，就凭这样，和我杨浩明对着干，还远远不够。老莫，我给你2000万，帮我杀一个人，记住，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杨少，那我先下去了。滚！是。下次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如果还是这个手势，老子会剁了你的手。然然，你去写作业吧。写完作业才能看动画片，知道吗？好的，小姨。陈峰，你陪着然然写作业吧，我还有一些工作要做，等我做完就做饭。等下我来做饭吧。你什么时候还学会做饭了？我都说了，士别3日，定当刮目相看。哦，对了，你刚刚是怎么发现我的扣子有问题的？这个嘛，直觉，我当时就是直觉，我正想看看到底有没有问题。你就醒了，怎么，这扣子真有问题？好了，是有点问题。好了，我去工作，你陪陪然然吧。等下做饭，如果有什么不会的，喊我来也行。放心吧，一顿饭4菜1汤，我还是没有问题的。爸爸做的饭好好吃啊！然然，那以后爸爸都给你做饭吃，好不好？好呀，好呀。真没想到你居然还会做饭。你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然然今天晚上想和爸爸一起睡，爸爸，你晚上和小姨一起陪然然睡觉好不好？然然，不许瞎说。小姨，然然没有瞎说啊，然然想让爸爸陪我睡，也想让小姨陪我睡，你们一起睡就可以了呀。然然，你记住，只有爸爸妈妈才能一起陪然然睡，其他的人都不行的。那小姨，你当然然的妈妈好不好？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和爸爸一起陪然然睡觉，然然也就一下子有了爸爸和妈妈啦。不要乱说，快吃饭。我去洗碗，陈峰，你带着然然去洗澡吧。我去洗吧，你平时带着然然洗澡的比较有经验。不过刚刚我把钢丝球丢了，你帮我去拿一个新的吧。嗯。好，谢谢。碗洗完了之后放在消毒柜里消毒，别忘了。行，没问题。你真的能搞定这些事情吗？之前你可什么都不做的。放心吧，这些事情我保证能。快蹲下！这是怎么回事？应该是狙击手。狙击手？那怎么办？然然还在客厅里，
他会不会对然然开枪啊？别怕，我来想办法。陈峰，我们报警吧，对方可是狙击手啊，然然也有危险啊。没事，你在这里躲着，千万别动。警惕性还挺强，不过没有我老莫完不成的任务，你们今天必死！妈的，我眼花了吗？子弹居然打不进去！我还不信了，这个世界上能有东西挡住子弹！妈的，见鬼了！操！见鬼了，真的见鬼了！你结束了，现在到我了。给我去！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有鬼！有鬼！有！爸爸，你这是在干什么呀？爸爸在练功。练功？爸爸，就像是电视里面的武林高手一样练功吗？对啊，爸爸，那你是武林高手吗？当然是了。那爸爸是不是以后就能好好的保护小姨了，让小姨以后再也不受欺负了？怎么，经常有人欺负小姨吗？小姨经常晚上打电话的时候和别人争吵，然然能听出来，他们就是在电话里面欺负小姨。以后有爸爸在，就再也不会有人欺负小姨了。走，小姨还在厨房，我们去看看。好了，没事了。没事了，狙击手走了。已经走了。他们狙击手一般就只是开一枪，没有击中，也已经暴露了，所以就走了。哦，那下次还会不会来？我有点担心然然。不会再来了，放心吧。陈峰，你放我下来，一会儿然然看到了。没事。你在床上休息一下，我去把碗洗了。陈峰，你怎么了？陈峰，你晚上能不能睡在这个房间里？啊？我是担心晚上还会有危险，我想让你保护然然。小姨，那我们晚上睡在一张床上好不好？然然睡在中间，左边睡着小姨，右边睡着爸爸。然然，小姨的这张床比较小，睡不下3个人，所以爸爸晚上可以睡在这个房间里，但爸爸睡在地上，不睡在床上。为什么呢？爸爸，这张床明明很大啊，是可以睡得下3个人的。好了，然然，走，爸爸带你去洗澡。天哪，我为什么会说出那样的话？怎么了？林总，不好了，公司即将上线的软件遭遇黑客袭击，现在已经瘫痪了。什么？我们不是花了很大的价钱来做防护吗？不是已经确定好防护是不会遭遇到任何攻击的吗？怎么现在还遭遇了攻击？是我也不清楚，反正现在已经遭遇了攻击。
公司的所有工程师现在加班加点的攻破，可忙活了这么久没有任何的效果，甚至还发现黑客正在修改我们软件的代码。如果黑客修改成功，我们这款软件将彻底失去作用。好，你等我，我这就去公司找你们。怎么了？这么晚了出去干嘛？公司出了紧急的事情，我要去处理一下。我跟你一起去。不用了，陈峰，你留在家里照顾然然吧。然然还这么小，一个人在家肯定不行。没事，我带上然然一起，正好然然这会儿还没有洗澡。那行，我们抓紧时间过去。现在是什么情况？林总，对方现在已经开始修改我们的代码了。工程师们都在吗？现在对方这么对待我们，我们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吗？林总，对方的手段很刁钻，在强势攻击到我们的软件之中后，对方以第一时间散布了病毒，这个病毒直接让我们这边完全无法控制电脑进入软件。这个情况下，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一点一点地修改我们软件的代码，我们却束手无策。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一点办法都没有，哪怕是现在所有人在这里，我们也只能是干着急。是的，林总，这肯定又是杨浩明干的。杨浩明，你到底想要怎么样？对我接连出手，刺杀，现在又买通黑客攻击我的软件，你非要把我逼死是吗？林淑晴，你现在这种恼羞成怒的语气，让我听着很爽啊！也是直到刚刚，我才明白了一个道理。与其对你搞那么多刺杀把你弄死，倒不如在这种关键的地方对你来一个致命一击，亲眼看着你恼羞成怒却又苦可奈何的表情，似乎更让人心慌神怡啊。杨浩明，现在华国已经全面进入到了网络化时代，我开发的软件确实对你们杨氏集团的传统产业有影响，但你们杨家要做的是也去改变，而不是守着传统行业的固化思维来攻击我们这些网络化公司。哪怕是你把我这个公司弄垮了，把我林淑晴弄死了，但是接下来依然还会有人来做我这件事情，你能全部弄垮吗？你能全部杀完吗？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今天我先把你的公司弄垮了再说。好，杨浩明，你不就是想要利用黑客的办法来攻击我的软件，想让我的软件无法运行吗？行，你能请黑客我也能请，我就不信我找不到黑客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你请便，不过我友情提示，你只有3分钟的时间，如果这3分钟的时间里你找不到能够解决问题的黑客，你就彻底没有机会了。你什么意思？林总，如果他请的真的是奥古斯丁团队的话，那我们已经绝无翻身的希望了。奥古斯丁团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黑客团队，没有人能赢得了他们。林淑晴，你可以去碰碰运气，或许你能找到更厉害的黑客团队呢。好，杨浩明，算你狠，大不了我破罐子破摔，这个软件不要了，之前投资的钱我也不要了，这一场仗算我输了。但是杨浩明，你给我听着，我林淑晴不是一个退缩的人，哪怕是这一次输了，我还会继续研发同样的软件，很快我会再次回来，到时候再次让你们杨氏集团没有生存的余地。我们走。不用走，这次的事情我们不会输。陈峰，你不懂，软件被黑客改写代码，就相当于这个软件已经被彻底的破坏掉了，而软件一旦被破坏，我们之前所有的投入就全部打水漂了。放心，有我在，你输不了，并且杨浩明今天也一定会为他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陈峰，我们回去吧，你从来没有接触过软件这一块，你不懂的，走吧。等一下，杨浩明，你赢了，你胜利了，你还要怎么样？林淑晴，这么着急离开做什么？接下来还有好戏呢。有好戏，
你自己留着看吧，我没心情。不，你听我慢慢说。你还记得我刚刚跟你说你只有3分钟的时间吗？那是因为3分钟之后我会告诉你一个让你更绝望的消息。不好了，林总，我们的软件现在正在扣除用户银行卡里面的钱。不好了，林总，我们的软件现在正在扣除用户银行卡里面的钱。什么？林总，因为我们的软件之前内测的时候邀请了一部分用户来进行注册和体验，这些用户的数量大约在1万人左右，他们在我们的软件之中注册了他们的身份信息，同时也绑定了支付方式。现在黑客改写了我们软件的代码，正在一步一步的扣除他们银行卡里面的钱，并且是毫无章法的进行扣款。他们银行卡里面有多少钱，全部都被扣除了。我这边能看到的数据，他们扣了最多的是其中一个用户银行卡里有接近160万元，全部都已经扣了。能退回去吗？能退的话，现在马上退回去。我们现在根本就完全动不了，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他们扣款。怎么样，林淑晴？这个消息是不是让你更绝望了？杨浩明，你到底想要怎么样？你针对我可以，但你为什么要针对那些用户？为什么要扣走他们银行卡里的钱？这很难理解吗？扣走他们银行卡里的钱，这是让所有人都知道你的这个软件特别的不安全。我估计接下来不超过10分钟，你的软件乱扣款的消息就会在网上疯传，而我的黑客也会想尽一切办法让这个新闻成为热搜。到时候你林淑晴也就会成为一个知名人物，只是从此以后，你开发任何软件都不会再有人信任你。说得明白一点，那就是从现在开始，你这辈子再也没有机会开发软件来对付我了。杨浩明，你真是够卑鄙的。多谢夸奖。说真的，林淑晴，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我内心真的觉得无比的爽快，爽快到了极点。不过，你以为我就没有办法了吗？我现在就打电话报警，把整个事情在警察面前报备起来，到时候由警察为我作证。想报警啊？老子让你报警！你是坏人，你砸坏了小姨的手机，你要赔钱。杨浩明，你砸坏我的手机有什么用？在这里还有这么多人，每个人都能报警。我看你们今天谁敢报一个试试？陈峰，把你手机给我，打电话报警。算了，这点事情没必要麻烦人家警察。看到没有，他都怕了。陈峰，你什么意思？难道你打算让他彻底把我的公司搞垮，彻底让我身败名裂吗？对啊，爸爸，快打电话报警吧，让警察过来把这个坏人给抓起来。别着急，他要怎么玩，让他玩就是了。陈峰，让他玩。现在黑客已经开始扣用户们银行卡里面的钱了，这已经不是让我的软件无法正常运行和上市的事情了，而是我会面临刑事责任，我还会被众多网友骂。这种行为已经构成偷盗巨额财物了。林淑晴，难道你现在还看不出来吗？这个男人，他是没有办法，所以才选择不更生的。你叫陈峰是吧？我原本以为你有多厉害呢，没想到也不过如此。陈峰，我也原以为2年不见，你和之前不一样了，没想到你还是和当年一样那么懦弱，那么无能。小姨，我相信我爸爸，爸爸说有办法，那就肯定是有办法的。小朋友，你说你爸爸有办法，那你说说，你爸爸能有什么办法？这种情况，
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也无济于事。林总，不好了，他们现在开始疯狂的扣用户们的钱了。截止到现在为止，他们总共扣了3000多万了。他们居然开始用我们软件的名义扣那些没有在我们软件上注册过的用户的钱。什么？他们还扣其他人的钱？他们是怎么办到的？他们是黑客，很容易获取别人的银行卡信息，因此他们直接扣了别人银行卡里面的钱，并且在每一笔扣款信息上标明了是我们林氏集团扣的。这也就意味着，我们林氏集团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彻彻底底的强盗集团。我们开发软件的目的就是为了抢夺盗取他人的财物啊！他们这是要彻彻底底的把我们抹黑到极点啊！王八蛋，杨浩明，你个王八蛋！林淑晴，现在知道我的厉害了。我早就跟你说过，和我杨浩明作对，你的下场会非常惨。你不听，现在后悔都来不及了。杨浩明，你等着，只要我林淑晴不死，终究有一天，我林淑晴一定会让你付出超出今天几倍的代价。林淑晴，你还有机会吗？这一次偷盗数额巨大，你恐怕未来的日子都要在监狱里面待着。不好，林总，他们偷盗额已经达到1个亿。现在已经有很多用户察觉，正在网上声讨我们。现在我们林氏集团已经上了热搜。好，这个情况才是我最愿意看到的。不错不错，这几天下来，今天是我最开心的一天。来，给我把林淑晴的表情拍下来，等我回去之后，我要好好欣赏欣赏。然然，你先自己玩会儿，爸爸有点事情要做。好。现在林氏集团以及新开发的软件上热搜了。是的，现在已经在各大平台上都是热搜。我刚刚随便打开一个平台，一个关于林氏集团新开发软件恶意扣款、偷盗用户财物的视频，短短几分钟的时间，播放量就达到了1个亿。行，既然如此，那么现在该我做事了。陈峰，你要做什么？小姨子，看好了，看我是怎么扭转乾坤的。陈峰，你要干什么？保镖，保镖，你们给我来，给我打！陈峰，你他妈的放开我！我告诉你，我是杨家的人。你今天如果敢把我怎么样，我们杨家绝对不会放过你。让你嘚瑟了这么久，这会儿该轮到我来教训你。陈峰，你确定你要和我们杨家为敌吗？现在你让我走，我可以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走你妹啊！什么事情都让你整了，你他妈的跟我说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那你想怎么样？杨家的怒火不是你，我操你妈！杨大少抽了你几巴掌，这会儿我能清楚地看到你的眼神都清澈了不少啊。杨大少，我还是喜欢你刚开始那桀骜不驯的样子。陈峰，你想要怎么样？我会一个招数能让人全身上下奇痒无比，甚至是痒入骨髓的那种，哪怕是用双手将皮肤给抓破都无法缓解。杨大少，我感觉
你应该很想尝试一下，对吧？不，我不想尝试，不想尝试。陈峰，你别乱来，你千万别乱来！你要我做什么？你直接说，你直接说！陈峰，你要我做什么？你说啊，你快说，我都答应你，我全部都答应。你别！好痒，痒死我了！好痒啊！痒死我了！陈峰，求求你，快停下来，快停下来啊！陈峰，你这是在做什么？你刚才不是疑惑我为什么不着急吗？那是因为时机还没到，这个时候才是最佳时期。你是想把杨浩明养得死去活来，然后让他撤销黑客对我软件的攻击？聪明。可是这也没什么用啊，那么多人的钱都被扣了，就算是全部退回去，我和我的软件名声也已经彻底臭了，没用了。相信我，来，继续看我表演。求求你，陈峰，快别让我痒了，我真的受不了了，受不了了！谢谢。杨大少，现在咱们是不是该谈谈条件了？第一，现在立刻打电话给奥古斯丁团队，让他们停止对我小姨子公司软件的破坏，并且命令他们在1个小时之内将软件重新恢复，并提高软件的防护程度，同时修复软件所有的问题。好，我这就办。第二，截止到现在为止，他们一共扣了多少钱？截止到现在，一共扣了接近9000万了，受害群众高达5万人。杨大少，4舍5入一共扣除了1个亿。好，这1个亿我来还，另外我再给林淑琴5000万作为赔偿。不够，给我小姨子的赔偿我们就不要了，你们一个扣了1个亿，我们林氏集团打算按照10倍的赔偿进行赔付，所以你要给我们10个亿。10个亿！当然，你不想给也可以。刚才那种痒的感觉，持续1个星期，你1分钱也不用给。不，我给10个亿，我现在就给。现在立刻给林淑琴公司的账户转账10个亿！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马上转！陈峰，10个亿已经转了。好，现在你打电话报警自首，承认是你对林氏集团抢夺你们的生意怀恨在心，故意请黑客攻击软件，故意扣了用户银行卡里的钱来进行抹黑林氏集团的。不，这不行！我要是这么做了，那这整个偷盗行为就是我的罪行了，我可是要被抓进去坐牢的，我这一辈子都出不来了的。陈峰，你不能这么做，我同意让黑客修复软件，也同意给10个亿，你们已经没有损失了，你不能把好处全部都占尽了，让我承担所有的后果。如果今天是你胜出了，那是不是你占尽了好处，让林淑琴承担所有后果了？杨浩明，现在这种情况，你觉得你还有选择的机会吗？既然你自己选择了这么做，那么无论什么样的后果，你都必须承担。陈峰，我不想去坐牢，我可以多给你一些钱，再给你5个亿，不要让我去坐牢，行不行？我不想重复第2遍我说过的话。就不自首，陈峰，你别欺人太甚。要死我了！要死我了！陈峰，我错了，你快住手！我先去打电话自首，我现在就自首！你快住手啊！事情1个小时后，软件应该能全部修复好。接下来
你和工程师们一起把所有扣的钱全部10倍返还，并公开声明是遭到了黑客攻击，你们也是受害者。但不管我们是不是受害者，我们都不能让用户受害，所以我们选择10倍赔偿给所有用户，并保证如果下次还有这样的事情出现，依然愿意10倍赔偿。好，陈峰，谢谢你。林总，这样一来，我们林氏集团不但不会有任何损失，并且还因为这一次的事情给我们带来的热度，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宣传高度。林总，我们的软件上市之后，下载量肯定会暴增，这可是很多软件即便是花钱买流量，打价格战都达不到的效果啊！林总，这一场仗，陈先生帮我们打赢了，不但打赢了，还弯道超车，让我们大赚了一笔啊！陈峰，对不起，我之前以为你是懦弱，还错怪了你，没想到你是故意让他这么做，故意让我的软件曝光度增加的。这么好的一个宣传机会，可是拿钱都买不到的，不利用就太可惜了。喂，是警察叔叔吗？我自首！我买通黑客攻击林氏集团，我还在我18岁那年强行和一个女同学发生了关系。我前几天还对一个小妹妹吹了口哨。对，我有罪，我罪大恶极。警察叔叔，我只求你们赶快来，快点来啊！陈峰，今天真的谢谢你了，如果不是你，我今天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当我得知杨浩明请了黑客对我软件进行攻击，并且还扣了用户的钱，那一瞬间我真的感觉天都塌了。咱们都是一家人，跟我那么客气干嘛？来，喝口水。爸爸，我也想要喝水。好，爸爸给你倒水。小姨，晚上就不要让爸爸睡在地上了，好不好？晚上地上好冷的，我怕爸爸着凉。然然，你如果晚上想要和爸爸睡的话，你们去其他房间睡可以吗？小姨不是爸爸的老婆，不是你的妈妈，所以是不能睡在一起的。是啊，小姨之前之所以那么说，是因为害怕晚上有危险，想让爸爸保护你们而已。现在危险解除了，所以爸爸可以睡在自己的房间里面了。那，小姨，我从现在开始就叫你妈妈，爸爸是不是就可以和我们一起睡觉了？不是的，然然，这个问题就不要再说了，好吗？小姨，那是不是只要小姨和爸爸在一起睡了，小姨就是爸爸的老婆啦？然然，你还小，不能讨论这些话题。好了，喝完水去睡觉去。陈峰，那你晚上就睡在1楼的房间吧。晚安，我也要去睡觉了。等一下，淑晴，我有些话想要和你说一说。有什么话？你姐，她真的因为车祸去世了。就在你离开后不到1个月，就遭遇了一场车祸。去医院抢救之后，没有抢救过来。那她临走的时候有没有留下什么话？没有。被车撞了之后，他就陷入了昏迷之中，直到最后离开，也一直没有醒过来。好，那明天你带我去看看他。行，明天我把然然送去学校之后，就带你去见他。行，那你早点睡吧，我在这里坐一会儿。这是我和林舒然买的房子，现在看，每一个角落都还有我们之前生活的痕迹，就好像他一直都在一样。你是说，是浩明自己打电话自首的？是的，老爷。林淑琴的那个姐夫，他好像是一个修炼者，他对少爷动了一些手脚，少爷就浑身痒得不行，死去活来。这种情况下，少爷就只能是对方说什么听什么了。林淑琴这个贱女人，居然把我儿子搞得去坐牢了！我要杀了这个女人，还有她的那个什么狗屁姐夫！我知道，这件事情不用你说，我也会找人去杀了他们。浩明是我唯一的儿子，
不给他报仇，我枉为人父。景山，你还要抓紧时间找律师为儿子辩解啊！千万不能让儿子接下来一辈子都在监狱里面度过啊！我一想到他在里面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我这心里就疼啊！我已经找了京城林家帮忙，有林家在，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帮我把浩明弄出来的，你不用担心。那就好，那就好。有了林家的帮助，儿子肯定在里面待不了多久就能出来。那现在当务之急就是为儿子报仇。只是林淑琴的那个狗屁姐夫是修炼者啊，我们要找谁才能把这个修炼者给弄死啊？你先别急，让我想想。浩明这段时间想尽一切办法把林淑琴手中的软件抢过来，都失败了。估计就是林淑琴这个姐夫所导致的。如此一来，这个人就是一个最大的棘手问题。我想想，看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这个家伙。依我看，哪有什么费劲的？修炼者又怎么样？再强大的修炼者，那不也是人？随便开枪，一个子弹过去，不照样被打死？你懂个屁！浩明找了狙击手去狙杀他们，到头来不也是失败了？修炼者不是你想的那么弱的。枪打不死，那就用炮，用炸弹。强大的炸弹都能将一栋房子给炸毁，还炸不死一个人了？这我打死都不信。对啊，我怎么没有想到用炸弹这件事情呢？就用炸弹，那个家伙就算是修炼者，也绝对不能躲过炸弹。更何况我们提前把炸弹准备好，在他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直接引爆，他想不死都难。陈峰，陈峰，陈峰，你怎么在这里睡着了？去房间睡。舒然，舒然，我就知道你肯定没有死，我就知道。陈峰，我是……舒然，你知道我有多想你吗？当我听到你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之后，我的心一下子就碎了。但我知道你肯定没有死，你一定是还活着的。舒然，你不要走，答应我不要走好不好？看来这2年我一直都错怪他了，他一直都爱姐姐爱得很深。姐姐离开了之后，我就将她安葬在这里，隔3差5我就来看她一次。舒然，你安心，我会将然然照顾好，我会把她养大成人。他们还在墓地里面没有出来，抓紧时间行动。好，我躺到车底，你把炸药包递给我。行，快点吧。你姐姐离开之后，林家有没有人来过？没有，自从我和姐姐2个人离开林家的那一天开始，我们就和林家彻底的断绝了关系。也就是说，你姐姐死了之后，你们的亲生父亲都没有来看过她一次。大家族子女多，多一个少一个，对他们来说根本就不值一提。更何况他对我们姐妹更多的憎恨，说不定我姐姐的死对他来说更是一种爽快。他如果真的来看看我姐，只怕也是来看看我姐是不是真的已经死了。我当初和你姐在一起的时候，听起你姐说过一些关于你们在家里的事情，原以为过不了多久，在你们的心里会慢慢变淡，却没想到过去了几年了，你心里还是那么的恨他。算了，不提他们了。每次提到他们，我心里就不舒服。当时我离开之前，我记得你姐姐的手里是有一个软件研发的差不多了的，对吗？是的，那是一款服务全人类的软件。姐姐在这方面很有天赋，如果她不死的话，或许这一款软件
已经问世，甚至已经帮助到很多很多人了。所以，你现在推出的这款软件，并不是你姐姐研发的那一款。算是吧，只不过也不全是。我在这方面没有什么天赋，我只是照着我姐姐当初研发的时候，她跟我说的那些知识，然后自己又摸索了一下，才研发出来了这个软件。实际上，比起我姐姐研发1/10都不足。走吧，你应该也要去公司上班了吧？随着昨天晚上的曝光度，以及警方通告了杨浩明的行为，再加上我这边愿意10倍赔偿，现在我的软件已经名声在外了。我这2天会让我的工程师们加快进度，争取这2天趁着这一波热度赶快上市。怎么样了？装好了没有？快一点啊！差不多了，再接上一根线就行了。搞定了，我已经把炸药的引线接到了车辆打火的系统上了，只要车子打火，5秒钟之内肯定爆炸。那就行，我们走吧。一会儿他们下来看到我们的话，那就打草惊蛇了。那我就先送你回家。不用了，我跟你一起去公司吧。你公司在市区，我也去市区逛一逛。好。不对。什么不对？这车子被人动过，和刚才来的时候感觉不太一样。你开什么玩笑呢？这哪里……爆炸了！陈峰，你是怎么察觉到车子不对劲的？我说出来可能你不信，我现在对一些细微的声音也很敏感。车子在你打烧火之后，我就听到了引线燃烧的声音。幸亏有你，要不然我肯定完全不知情就开着车子走了，就算被炸死都不知道是怎么被炸的。这肯定是杨浩明的家人干的。杨浩明昨天失败，还被抓了进去，他家里人肯定是为杨浩明报仇，所以才给我们的车子安装上了炸药。这个杨家真的是……陈峰，怎么了？那个什么，我们打一辆车回去吧。你说什么？这都没有把他们给炸死？妈的，你们是干什么吃的？他们明明都已上车了，怎么都没有被炸死？妈的，就是一群废物！怎么回事？这都没有能炸死林淑琴那个小贱人和那个叫陈峰的家伙吗？他们说，原本陈峰和林淑琴都已经上车了，也打火了，眼看着马上就要爆炸了。陈峰像是察觉到了什么一样，立马下车，抱着林淑琴趴倒在地。这样一来，林淑琴和陈峰都没事，就只是车子被炸毁了。这2个人怎么就这么难杀？这种万无一失的办法，居然都让他们给识破了。我也是觉得邪了门了。这要是换成其他人，现在被炸得连渣都不剩了。快想办法，千万不能让他们活着。我现在一想到他们还活着，我儿子却在里面受罪，我这心就跟被刀割一样难受。我恨不得将他们千刀万剐才解恨。我要让他们知道，跟我们杨家作对的下场。想要把我千刀万剐，我现在在这里，来吧。你是谁？你怎么来到我家里的？我门口的那些保镖呢？保镖！保镖！别喊了，那几个保镖都已经被我解决了。你吹什么牛？我外面可是有20多个保镖，你怎么解决？炸弹都炸不死我，区区20多个保镖算得了什么？你是陈峰？对，没错，我就是那个你们想要把我千刀万剐的陈峰。陈峰，你干什么？在我的家里，你也敢这样放肆？我今天就是来杀你们的，放肆一点又能怎么样？陈峰，我们杨家不是你这种宵小能放肆的地方！不要以为解决了我几个保镖，你就能杀了我们。也就是说，你们还有后手？我们杨家背靠京城林家，自然是有林家的人庇佑。小子，我告诉你，你今日若敢杀了我们，你就等着被林家的人杀死吧！说了半天，
是你打算让林家的人杀我是吧？好，那我就等着林家的人来杀我。不过你们该死还是会死。陈峰，你就不怕林家的报复吗？那可是京城世家，他们若是真报复起来，你就算是逃到天涯海角，你也难逃一死。你若是今日不杀我们夫妻俩，我可以当做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以后也保证不会再搞出任何事情。不好意思，就凭你们今天所做的事情，也足够让你们去死了。另外，告诉你们一个扎心的真相，林家保护的是一个对他们有用处的杨家，你们两口子都死了，对他们林家没有了任何作用，你觉得他们还会为你们报仇？小子，林家人重情重义，肯定不会。既然林家人重情重义，那你就托梦给他们，让他们来为你报仇吧。就凭你们也敢拦我？林家人重情重义，连自己2个女儿都不闻不问，大女儿被车撞死就当做这件事情没发生过。他们重的是哪门子的情义？也就是你们这群没脑子的货才会认为林家会保护你们。你是谁？你是杨家的人？不是，我是律师，来找杨家主了解一些情况。杨家主不在家，回去吧。我刚刚和杨家主约好了在家里见面，怎么可能不在家？这是怎么回事？杨家主2口子怎么死了？陈峰，我听人说杨敬山2夫妇被人杀死在家里，这不会是你干的吧？当然不是了，我怎么可能做那么残暴的事情？可能是他们作恶多端，遭到报应了吧？对，遭到报应了。善恶有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冉冉说的对，时候一到，一切全报。不管怎么说，杨浩明被抓进去了，杨敬山2口子死了，现在整个杨家已经土崩瓦解。接下来我的软件顺利上市，肯定是没有问题了。那你的软件打算什么时候上市啊？大后天。这2天工程师还需要做一做最后的调试，同时大后天也是一个黄道吉日，那一天上市，接下来一定会财源滚滚。小姨，那以后我们家是不是就能有好多好多的钱啦？对啊，冉冉，如果小姨这个软件正式上市之后，靠着现在的热度发展的话，接下来咱们家一定就会有很多很多的钱，那我就可以买好多好多漂亮的公主裙啦。咱们家冉冉这么漂亮，穿上各种各样的公主裙，一定会特别的漂亮，对不对？冉冉的梦想就是拥有很多的公主裙吗？不是呀，冉冉最大的梦想就是想要有自己的爸爸妈妈。现在爸爸有了，可是还没有妈妈。小姨，你就当冉冉的妈妈好不好？你和妈妈那么像，并且你对冉冉也这么好，你就当冉冉的妈妈嘛。冉冉，小姨可以像妈妈一样爱你，可是我始终是你的小姨，不是你的妈妈哦。可是冉冉就想让你当我的妈妈呀。好了，冉冉，你和爸爸继续看电视吧，我先去楼上洗澡去了。爸爸，你可以把小姨娶了吗？啊？你说什么？爸爸，你把小姨娶了的话，那小姨就是冉冉的妈妈了呀。你就那么想让小姨当你的妈妈？是啊，小姨对冉冉可好了，幼儿园的小朋友们都说他们的妈妈对他们很好，可是冉冉发现小姨对冉冉更好呢。冉冉，好像是小姨的声音，你在楼下看电视，我上去看一下。好。
抒情，刚才是你在尖叫吗？怎么了？是我，浴室的地面太滑了，我摔倒在地上了。那我进来帮你。不行不行，我现在没穿衣服，你怎么进来啊？那你先随便弄一个浴巾，把你身上盖起来。不行，我的脚也崴到了，现在根本动不了，站不起来，我拿不到衣服。那怎么办？我也不能就这么一直在地上啊。陈峰，你进来吧，现在也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好，那我这就进来。陈峰，你闭上眼睛，不许乱看。好，好，好，我不看，我这就把你抱到床上去。我到衣柜里面，先给你拿一件衣服穿上。衣服给你了，你先穿上，我先出去。好。这门怎么被反锁了？爸爸，然儿今天晚上一个人在楼下睡，你要加油哦。这个小丫头把门从外面锁上了。她这是搞什么啊？我去给你拿钥匙。脚踝处都肿了。这样，你先躺好，我来给你治疗一下。怎么样？现在感觉还疼吗？好像不疼了。那好，那你现在去帮我找钥匙。这个小丫头真是调皮。小心！不行，抒情，我们不能。陈峰，其实姐姐临终前留下了一句话。什么？她让我好好照顾你和然然。舒然临终前真的是这么说的。其实姐姐临终前醒过来了一会儿，跟我说让我当然然的妈妈，让我照顾好你和然然。今天你问我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所以我才说姐姐没有留下任何话。可是我们两个之间，这2天我一直在回想着姐姐跟我说的这些话，我对你的印象也在逐渐改变。说真心话，我其实内心深处很想给然然一个完整的家，可是我就是有些下不定这个决心。和然然一起生活了2年，我对然然也产生了很浓的感情，我也一直把然然当成了自己的女儿看待。如果能够给然然一个家，让她像别的孩子一样，同时拥有爸爸和妈妈，那自然是最好的。可是我内心之中非常纠结。抒情，你让我再考虑考虑吧。然然是我的女儿，我不希望你为了她牺牲你的幸福。陈峰，陈峰，我们一起给然然一个家好吗？谁这个时候来了？不知道啊。我们下去看看吧。这门铃声太刺耳了，不去看看也不行。你来找做什么？陈先生，我觉得我们有些话可以谈一谈。你是想要为杨家的人寻找杀人凶手吗？我告诉你，不要徒劳了。杨敬山两夫妇今天安排人对我们的车子放置炸药，如果不是我警觉，我和林淑琴就已经被车子炸死了。杨敬山两口子确实是我杀的，但如果你想要做点什么，
我只能告诉你，你什么都做不了。你是律师，我把事情说得很清楚了，我相信你应该比我更了解这件事情的性质。你回去吧，我们家不欢迎你。那个人是谁？我怎么感觉有点面熟？面熟？他是杨家的一个秘书。我今天杀了杨敬山两口子，被他看到了，所以他过来找我，估计是想为杨敬山两口子报仇吧。杨敬山两口子，真是你杀的？他们不死，我们接下来的日子不得安宁，所以我就去把一些潜在的麻烦提前解决了。放心吧，杀死他们两个对我不会有任何影响。杨敬山两口子估计屁股底下不干净，不知道有多少乱七八糟的事情，我杀了他们也是为民除害。那也是，坊间都有不少传闻，杨敬山的杨家崛起，实际上干了很多杀人越货的事情。各位观众，晋源实业有限公司控股的双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将在明日推出一款全新 APP， 这个 APP 里面包含的很多的便民服务，其中就有社区团购、跑腿服务，以及寻找各种维修装修的工作人员等等。这比现有的所有便民服务 APP 都更加方便，您在家中遇到一切需要的困难，都能在这一款 APP 里面找到解决办法。这不就是我姐姐当年研究的那一款软件吗？这就是当年我姐姐研发的那一款软件啊！我也想起来了，当年你姐姐跟我说，虽然现在的智能手机已经有很多 IP 能够帮助到大家，但实际上帮助的程度还是不够。比如说，有人想找装修工人，有人想找几个搬运工帮忙搬家，又有人想要购买小区内或者是隔壁社区的一些小物件。以如今的便民服务软件还不足以全部覆盖，所以他想要做的就是一个全方位覆盖这些东西的软件，让人能够足不出户就完成所有需要帮助的事情。而且舒然还说，他研究了 AI 算法，将在这款 App 里面加入 AI， 让人只要有任何需要，在 App 里面输入之后， AI 就能计算出距离最近、最便宜、最有效的帮助方式。是的，姐姐当年就是这么跟我说的，她就想要让人们真正的拥有一个生活上100%帮忙的助手，让人能够足不出户就完成所有需要帮助的事情，哪怕是在家中自己工作上有什么不懂的，都能够找到距离自己最近的专业人员帮忙解答，让人能够足不出户就完成所有需要帮助的事情。而这些专业人员也能够将自己的能力挂在 App 上，用来让自己多赚一些钱之类的。这么一来，这个双方网络推出的这款 App 就是完全照搬了我姐姐当年的创意和研发啊！我记得这个纪元实业就是京城林家旗下的一个公司，对吗？对，这个纪元实业有限公司是我爷爷当年创业的时候一手创建的，因为我爷爷的名字就叫林纪元，所以这个公司的名字就叫纪元实业。这也就是说，我姐姐的这个研发现在已经落到了林家的手里了。哦，我想起来了，刚刚站在门口的那个律师，我为什么觉得他面熟了？难道那个律师也和林家有关？不，他和林家没有关系，他是当年我姐姐那个车祸的车主请的律师。当初你姐姐那件事情还打了官司吗？因为我姐姐是遭遇车祸去世的，所以关于责任和赔偿就有了争议，最终我就请了律师，对方也请了。开庭的时候就是那个律师去的。一般来说，杨家这样的家族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是不会去外面请律师的，对吧？这种家族正常来说，家族里面都有自己的律师和法律团队，对吗？对，我们林家就有一个高达100人的律师团队。这么说来，那刚刚这个律师就是杨家的律师了。你姐姐的车祸用到的居然是杨家的律师，这是不是就说明你姐姐的车祸和杨家有关系？天哪，我居然之前都没有想到这上面去。这么说来，我姐姐的车祸真有可能就是杨家的人搞出来的，就像是这一次抢我手里的软件一样。当初估计也是担心姐姐的软件对他们家族的生意有影响。不，我怀疑这件事情最大的幕后黑手是林家，而不是杨家。撞死你姐姐的人应该也是林家，而不是杨家。杨家只不过是那个执行者而已。陈峰，不会吧？居然是林家，我们自己家里的人要弄死姐姐，这也太恐怖了吧！对于大家族来说，永远都只有利益，没有任何的亲情可言。就像是当年家族之中
逼着你和你姐姐同时嫁给一个人，只是为了获取他们家族的利益，是同样的道理。你姐姐研发的这个软件，未来的估值不可限量，这对于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哪怕是世界首富来说，都不可能无视。所以林家的人才会想尽一切办法把这个软件给弄到手。不错不错，陈峰、林淑清，你们距离知道真相已经越来越近了。但江湖上有一个规矩，知道的越多，死得越快。你们两个已经没有必要继续活在这个世界上了。五叔，是你？是我。杨家作为我们林家的附庸，家主被人杀死在家里。虽然这个杨家在林家眼中不值一提，但打狗也得看主人。我们林家若是不做出一点什么，还怎么威慑那些不知天高地厚之人？正好得知你们慢慢知道真相，那今日就顺带着将你们一并解决。老黑，去把房间里面那个小女孩给解决了。老白，这两个人你来解决。做事情要做就要彻底斩草除根，一个都不留。今天谁敢动我女儿一下试试？陈峰，今天你们都得死。五叔，这到底是为什么？不为什么，淑清，说白了，这就是生在大家族的悲哀。有些时候，命不是自己的，到了该死的时候就去死吧。你们林家的人真就这么绝情吗？当年撞死我姐姐，现在又要来杀死我和我姐夫，甚至连然然那么小的小孩子都不放过。林家不管怎么说也是一个大家族，到头来就干这种残害家族内部人员的事情吗？淑行，你也已经是大人了，这种时候说这些话只会显得你不够成熟，明白吗？好了，不和你废话那么多了，事已至此，那就去死吧。老白，老黑，给我动手。老黑是吧？你现在再敢往前走一步，就是死。陈峰，我知道你是一个修炼者，但你今天可保不了他们。老白和老黑两人都是炼气期高手了，杀死你比捏死一只蚂蚁还要容易。是吗？那就来试试看。林圣森，老黑和老白都已经死了，现在轮到你了。你小子实力居然超越了炼气期，这怎么可能？你的年龄还这么小，并且2年前的你根本就不是修炼者，短短2年的时间，你怎么可能成长得这么快？这不是你该关心的事情。现在回答我，当年林家为什么要杀死舒然？小子，我跟你说过了，知道的越多，死的就越快。我给你1分钟的时间回答我，若是不说，我现在就杀了你。你不敢杀我。林叔，那就试试看。小子，我是京城林家的人，在整个华国，林家都是凤毛麟角的存在。林家家族之中，老白和老黑的实力排不上号，林家更有筑基期、金丹期、元婴期的高手坐镇。你和林淑晴这个小丫头应该有一些感情了吧？还有你的这个女儿，你应该也不希望她死吧？少废话，回答我！你想杀死我，很容易。现在你稍微用点力，我就会死。但是，我敢断定，你不敢。我林圣森，在林家虽不是族长，但也是整个林家核心人物，嫡系。你若是将我杀死，林家定会举全族之力为我报仇。你的实力杀一杀老黑和老白或许还行，但你能杀死整个林家所有供奉吗？那些元婴期的高手、渡劫期的高手，你在他们的手底下能活过一招吗？那个时候你或许死了也无所谓，但是林淑晴呢？你的女儿呢？
你也希望他们跟着你一起去死吗？陈峰，林家内部确确实实有很多高手，渡劫期的高手也大有人在，你不要杀了他。林家的人真要是报复起来，我们都得死啊！陈峰，你要为然然考虑啊，然然还这么小，并且这是我姐姐留下来的唯一血脉，如果她……小子，我的话你可以不相信，林淑晴的话你应该能相信了吧？记住，蚂蚁永远没有办法和大象对着干的。林家更是你无法想象的庞然大物。吴叔，我和陈峰决定了，我们不去调查姐姐的死因，也不去了解任何关于林家的事情。你看在我是你侄女的份上，放过我，放过陈峰和然然，可以吗？我甚至可以带着他们去国外生存，永远不回国，可以吗？不管怎么样，先活下去再说。至于姐姐的死因，只要我们还活着，就有机会调查清楚，就有机会为姐姐报仇。淑晴，林家有一句祖训，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吴叔，我记得，但是请你看在我是你侄女的份上，放过我们，我保证。解决问题就要彻底解决，不能留任何隐患。这是你太爷爷当年留下来的话，这也是林家一直以来的祖训。淑晴，看在你是我侄女，然然又是我们林家血脉的份上，这件事情，陈峰必须死。你们两个女人，我可以留你们一命。陈峰，留下你淑晴和你女儿的命，我已经够仁慈了。现在，你该自我了结了。你不说是吧？吴叔，你为什么非要陈峰的命？淑晴，现在已经没有谈条件的必要了。陈峰今天必须死。吴叔，就因为陈峰杀了杨金山一家吗？你就要他死吗？陈峰，你还不肯动手吗？非要把我惹怒吗？你当真就这么肯定我不敢杀了你？林家的人不是你能……陈峰，你居然真的杀了他！他今天只有死这一个结果。我知道，他这个人说留下我和然然的命是一句谎言，他肯定不可能留下的。虽然我也知道，今天不杀死林圣森，我们也没有其他的办法，但是杀死了他，我们接下来也后患无穷啊！林家的能量大到无法想象，我们杀死了林圣森，林家包括我爸林圣墨也会震怒，到时候肯定会派更强的高手过来的。林家杀死了你的姐姐，就单凭这一点，林家的人我就不会留命。不用等林家的人过来找我报仇，我会亲自前往林家为你姐姐报仇。什么？陈峰，这绝对不可以！陈峰，我们可以现在想办法离开华国，去别的国家。林家虽然在国外也有不少能量，但终归比在华国要弱很多，我们或许还有一线生机。你若是主动去林家，那真的跟找死没有区别。他们杀死了你姐姐，我不知道是他们所为，那也就罢了。知道是他们，我就不可能不为你姐报仇。陈峰，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说真的，我现在比你更加愤怒。亲生父亲下令杀死自己的亲生女儿，这让我对林家也充满怒火。但是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做的是更加的冷静和理智。以你现在的能力，去林家报仇，真的和送死没有区别。我们可以先想办法让自己活下来，等到我们有一定的把握之后，再去林家报仇。那个时候，报仇也有一定的成功性，我们也不至于白白送死啊。放心吧，我既然说要去林家报仇，我就不是头脑发热乱说的。我现在
就有足够的把握。离开的这2年时间，其实我去了仙界，在仙界整整修炼的2000年。2000年？虽然地球才过去了2年，但仙界确确实实已经2000年，而我的实力早就已经达到了仙尊的地步。虽然这一次回来让我的实力折损了不少，但是区区元婴期、渡劫期的高手，在我眼里依然是不够看的。陈峰，你真的这么厉害？当然，我也不是莽撞之人，没有足够的实力，我又怎么可能说出报仇这样的话？那你这一次去京城，是要亲手杀了林胜墨吗？林胜墨？你说，如果整个林家都被灭门，是不是很解恨？你说什么？你要灭了整个林家？这怎么可能做得到？林家那可是整个华国数1数2的世家，传承100年的大家族，怎么可能说灭就被灭掉？他们杀死了你的姐姐，还要试图杀死我们。如果我猜的没错，他们最迟明天就会继续派人过来杀我们。与其被动，倒不如主动。你们林家的祖训说得非常对，要解决问题就要彻底解决，不能留下任何隐患。所以你就要灭了整个林家？你和你姐姐是私生子吧？当年林胜墨抛弃你们的母亲，对你们不管不顾，后来你们有了利用价值，又把你们叫回林家，想把你们2姐妹嫁给一个纨绔子弟来换取利益。你们逃脱之后，他们更是为了一个软件杀死你的姐姐，难道你还对他们有感情不成？我怎么可能对他们有感情？只不过是因为我担心你，怕你出现什么意外。放心好了，仙尊这个称号可不是单纯2个字那么简单，只要我愿意，这天地我都能够将其毁灭。好了，我们去休息吧。明天是林家双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App 上市的日子，他们肯定会开一场发布会，我们就从这一场发布会开始，展开对林家的复仇计划。好，我会坚定不移地站在你的身后。那我今晚是在1楼睡，还是……我感觉我的脚踝还有点疼，你帮我看看，是不是还有肿块没有消除？这地球的灵气还是太稀薄了，当时为了回到地球，我撕裂了虚空，实力折损了不少，如今恐怕已经不是仙尊境界，但最起码也是仙圣境界，摆平了一个区区林家还是不在话下。大哥，老五已经失联了接近半个小时，老黑老白也联系不上，他们会不会已经出现意外？老四，你说什么呢？老黑老白可是炼气3层的高手，那个区陈峰不过是一个只是修炼了2年，或许都还没有达到入门期的修炼者。老黑老白2人同时出手，他还有活下去的可能吗？老五肯定不会有事，这会儿或许已经在回京城的飞机上了，无需过多担心。大哥，林淑晴也死了，如此一来，你这2个生活在外面的女儿就都已经解决了。大哥，您不会心疼吧？有什么好心疼的？当初给他们机会让他们嫁给其他家族，他们不愿，就已经违背了林家的家规。让她多活几年，也不过是看在父女一场的情分。这一次她死了，也是和她那个姐姐林淑然一样，咎由自取，活该。这2个丫头确确实实没有大家族子女的觉悟，如此刁蛮任性，也让林家丢尽了脸面，确实该给他们一些教训。算了算了，区2个丫头不值得让我们的这些人在这里讨论来讨论去。现在我们该讨论的是明日 App 上市的事情。2年前，我们安排杨家的杨敬山派车撞死林淑然，从他手中将藏有研发软件的 U 盘抢了过来。通过这2年的研究，终于算是将整个软件完善成功，明日可以正式上市了。我们林家传承100年，一直发展传统行业，如今也总算是踏入了互联网行业。明日的发布会，我觉得
我们得安排一个人过去参加一下，表现我们林家的重视。那就让老四去吧。好，老大，明天这场发布会我亲自去参加，也为了表达我们林家对这一次进军互联网行业的态度。当年若是没有撞死林淑然那个丫头，让她回到林家，以她开发软件的能力，或许这款软件那个时候就上市了，也不用等到现在。老四，多年前的老话题你还提出来做什么？林淑然那个丫头不服管教，没有家族观念。我们当初不是也没有和她交涉过，让她带着软件回到林家，把软件直接交由林家，我们给她姐妹俩一个林家人的身份，是她自己不愿意。这种刁蛮任性的丫头还敢跟我们谈条件，我们还留着她做什么？我们林家的祖训你难道忘了吗？林家的身份万金难买，我们难得破例一次，让他们两个私生女拥有正经林家人身份，他们居然不要，如此不识趣。现在再谈这些确实没有任何意义。喂，大哥、二哥、三哥，我刚刚接到电话，说什么？他们说说啊！他们说什么？老五他，老五怎么了？难道老五死了？不可能，老五怎么可能会死？老黑、老白两个人绝对不可能保护不了老五。是真的，老五死了，老黑、老白也死了。老五死了，老黑、老白也死了，陈峰干的。是的，刚刚电话里面的人说就是陈峰杀死的。好啊，这个陈峰，我还真是小瞧他了。短短2年的时间，从一个什么也不是的小子，变成了一个修炼者了。大哥，我建议我们再次派人过去，派比老黑和老白更厉害的工蜂过去。陈峰必须死。是的，大哥，陈峰杀了老五，他必须死。要是这件事情传出去，我们林家势必会成为整个华国的笑话呀！我带人去，我要亲手手刃了陈峰这个王八蛋。明日一早，老三，你带2名筑基期的供奉过去，一定要亲手杀死陈峰，为老五报仇。老四，你明天继续去开发布会，确保发布会顺利进行。老三，我交给你一个任务，必须要亲手把陈峰的头带回来，我要用他的头来祭奠老五。放心吧，老大，这件事情我一定办好，我会亲手为老五报仇。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观众朋友们，下面我为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双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这一款叫做全能的 APP， 在接下来的2个小时之后，就会顺利发布在各大应用商店。这将会给我们未来的生活带来更多的便利，确保大家坐在家中就能够享受一切美好的生活。下面，我们有请双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纪元事业有限公司副总裁林胜华先生上台致辞。掌声有请林胜华先生上台致辞。各位朋友们，大家上午好。非常感谢大家能够亲临我们这一款的全能爱布会现场。这一款 APP 是一款在真正意义上能够帮助到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的 APP， 从衣食住行每一个方面全心全意的为大家排忧解难。我们通过努力的研发，通过一步一步的改进，最终我们克服了所有的困难，优化了服务器，解决了大家将遇到的所有难题。我们将会给大家带来最优质的体验，最强大的功能，最美好的帮助。在为大家的生活帮助这一块，我们真正做到了领先世界20年，真正的遥遥领先。一个靠着杀人抢夺过来的 PP， 你们林家还有脸在这里开发布会？谁在说话？我。
陈峰，是你！你们林家的人还真是厚颜无耻，开车撞人，从对方手中抢夺软件，这种卑鄙无耻的事情都能做得出来，现在却在这里开发布会，大言不惭。小子，你不要在这里信口雌黄、血口喷人！这个 app 就是我们林家自己研发的。呸！真不要脸！这个 app 是我姐姐研发的，你们从我姐姐手中硬要这个 app， 我姐姐不答应，你们就暗中用车撞死我姐姐，把存储 app 的 U 盘抢走。你们林家就是一群强盗！林淑晴，你给我闭嘴！你带着这个男人从这里滚开！有什么话到了林家再说。我就不走！我今天要当着所有人的面把你们林家这些卑鄙无耻的事情全部说出来。各位记者，你们都来听一听，林家他们当……林淑晴，你是要找死吗？你这么做就不怕林家的报复吗？现在立刻滚，要不然林家发怒了，没你好果子吃！当年舒然和舒晴对林家充满怨恨，我还想着一个大家族的人怎么可能这么可恶，如今一见，果然如此啊！小子，你跑到这里来大闹，是想干什么？你想为林舒然报仇，还是想要做什么？报仇这个词太小了，我今天要做的事情是给林家灭门。灭门？哈哈哈哈！小子，你也不怕风大闪了你的舌头？我们林家乃是100年家族，华国世家，也是你一个毛头小子能灭门的？来人！今天在场所有人立刻把你们手中的拍摄、录音设备全部关闭。今天这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谁若是敢泄露半点出去，林家势必追责到底。雌雄双煞，你们给我上！现在把这个叫陈峰的杀死在这里。小子，你敢扬言灭门林家，那我就让你知道知道我们林家的低等供奉是何等的实力。你是怎么死在他们手底下的？这怎么可能？雌雄双煞虽然是林家低级供奉，但也是筑基期高手。陈峰，你一个2年前还啥也不是的家伙，怎么可能一招消灭他们？老东西，我今日倒要让你看看你是如何死在我的手底下的。现在我说我要给林家灭门是信口雌黄吗？小子，林家没有你想的那么弱，杀死区区的雌雄双煞根本不算什么，他们俩也只不过是我林家最低级的供奉而已。你就那么相信你们林家的实力，就那么不相信我真的能灭了林家？小子，你若是能灭了林家，我名字倒过来写。那倒不用，因为你没有机会看到了。你什么意思？你要杀了我？小子，你敢杀我？我们林家肯定不会。怎么样？刚才的我帅不帅？太帅了，简直就是帅呆了、酷毙了！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当年我姐姐那么喜欢你了。爸爸，我也好喜欢你，我也想亲你一口。来吧。嘿嘿。下一步，去林家。走，去林家。林家的人都给我滚出来！老爷，我今天来灭了你们林家！小子，敢闯林家，活得不耐烦了吗？有我们3人在，从来没人敢踏入林家半步。小子，你今日必死！3大怪物，好难听的名字。下辈子，如果你们3个还有机会组一个组合，换一个名字吧。3大怪物，在我看来，不过是3具尸体罢了。真厉害！没想到3大怪物，你居然只是用了1招就将他们给灭掉了。爸爸就是天兵神将，盖世英雄。没有这么一点本事，哪敢来灭掉林家？我们4位乃是元婴期高手，元婴之下皆为蝼蚁。那就看一看我们到底谁是蝼蚁。太过张狂，只有死路一条。我们没有死，你是不是很失望？陈峰，这是怎么回事？他们太厉害了吗？
在如今这个末法时代，我们元婴期的高手已经是凤毛麟角的存在，能够打赢我们的不会超过10人。陈峰，真是这样吗？小子，既然如此，那你就自我了结吧，以免脏了我们的手。我只是想要知道，在如今这个末法时代，所谓的元婴期实力到底如何？现在看来，你们这4人元婴期的实力确确实实是真材实料。这林家不愧是100年家族，居然能让你们这等高手屈居于此。试探，打不过就打不过，嘴硬也免不了一死。既然你自己不愿意了断，那我就来帮你一把。好，下去告诉阎王，让他腾出空位来，林家的人马上就要全部下去了。吓死我了！我以为你刚刚打不赢他们了。我只是试探一下，他们是真的元婴期，还是故意吹嘘而已。也正好试探这林家的实力到底有多强大。元婴期真的是凤毛麟角的存在吗？可以这么说，元婴氏的高手在远古时期都已经是1等1的存在了，在如今这个末法时代，确确实实能够傲视群雄。陈峰，没想到你年纪轻轻，实力居然强悍到如此地步，我们林家元婴供奉都被你轻而易举杀死。林家老头，你终于肯出来了，还以为你想当一个缩头乌龟，一直不肯出现呢。陈峰，你嘴巴放干净一点！跟死人说话，还有必要嘴巴干不干净？我今日来这里，就是来灭了林家的。林家老头，还有什么狠招，都给我放出来！既然要杀了你们，我就要让你们所有人心服口服。杀了我林家2位兄弟，陈峰，今日你若是不死，我们林家将会成为整个京城笑柄，麻烦你们了。陈峰，看清楚了，这2位乃是我林家最高供奉，其实力原本是渡劫期，但前段时间刚刚渡劫成功，如今已经达到仙王地步，要想斩杀你，只需1招即可。仙王啊，在如今这个末法时代，能够修炼到这等地步，实属不易。可惜了，刚刚达到仙王境界，就要去死了。小子，竟敢口出狂言！仙王的我们，岂是你能小视的？无知小儿，竟敢扬言杀死我们！看来你是真不知道天高地厚。陈峰，他们可是仙王境界啊！虽然我不知道仙王境界有多厉害，但听这个名称，好像就很强大的样子。你确定能打败他们吗？放心吧，区区仙王又有什么了不起？在我眼中，和蝼蚁无异。说得好听，区区仙王又有什么了不起？小子，你今天100%赢不了。2位，麻烦你们了，请务必将陈峰斩杀，为我2个弟弟报仇。来得好，小子，给我去死！仙王在我眼中就如蝼蚁。你居然实力比我仙王还要厉害！你才这么年轻，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我听说2年前你就是一个普通人，短短2年，你是怎么达到这么高的境界的？要知道，我们能够达到仙王，是因为我们修炼了整整300年，还耗费了巨额的财物购买天灵地宝，才勉强达到这个境界。很多事情都想不通，等你到了下面，有一个叫阎王的老头，他那里或许有答案。陈峰，住手！怎么，现在知道怕了？我只是想要告诉你，你今天赢不了，是吗？仙王这样的高手，应该在你林家已经是最强的供奉了吧？我现在就将他们杀死，我看今天我到底能不能赢得了。说了，你今天赢不了，你就赢不了。我说你今天要死在这里，你就必须死在这里。抒情，你怎么了？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突然间感觉到胸口一阵剧痛。抒情，抒情，老东西，你做了什么？我说了，你今天赢不了，就一定赢不了。快说，你到底对抒情做了什么？蛊术你应该听说过吧？我们林家的供奉怎么可能只有单纯的修炼者呢？当然也有强大的蛊师了。这种蛊虫会在10分钟内将他的心脏一点点啃食干净，让他生不如死，最后痛苦的死去。
这个过程会持续10分钟的时间，这10分钟里，林淑琴会生不如死。陈峰，你修炼者的等级虽然高，但你应该对蛊术没有任何了解吧？你个老狗，你果然卑鄙无耻！这可是你的亲生女儿，你居然都舍得对她下如此毒手！无需说这些没用的东西。陈峰，只有3分钟的时间，这3分钟的时间里，我让蛊师停手，林舒淇才有活过来的可能。3分钟之后，哪怕是蛊师停手，他也只有死路一条。陈峰，3分钟足够自我了结了。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就算是我自我了结，你也绝对不可能放了他。我就算是不放过他，现在你还有别的选择吗？我可以给林淑琴一个痛快，让她不受这么多折磨，这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不死，让林淑琴承受10分钟的痛苦之后去死。毕竟她只是你的小姨子，和你也没有血缘关系。只是你好像还有一个女儿站在旁边吧？等到林淑琴死了之后，下一个就是你的女儿了。我也会让她承受10分钟的折磨。我想亲眼看着自己的女儿承受折磨，你这个当父亲的应该做不到吧？哦，对了，提醒你一下，刚刚我说这些话已经过去了1分钟，现在还剩下最后2分钟。林淑琴和你女儿的结局如何，就看你的了。陈峰，你杀了他们，我没事，我们不就算都死在这里，你肯定是能活的。你杀了他们之后，带着然然赶快走，记住，以后要把然然好好的养大。不，淑琴，我不能让你死，我已经失去了舒然，我不能再失去你。你忍一下，我一定有办法的，一定有的。陈峰，不要再耽误时间了，来不及了。你只要能活着，我死了也无所谓。不要把你自己的命也搭进去了。淑琴，我不会让你死的，你等着，我现在就想办法救你。陈峰，别用你的愚蠢方法了，你这样的方法只会更加刺激林淑琴体内的蛊虫，让蛊虫更加疯狂，林淑琴也更加痛苦。妈的老狗，你给我闭嘴！陈峰，行，那我就当做你是想亲眼看着林淑琴和你的女儿一点一点承受折磨去死。等林淑琴死后，接下来就轮到你的女儿。小姨你怎么了？小姨，你是不是很疼啊？妈的，老子修炼2000年，什么样的情况老子没有遇到过？老子就不信，区区蛊虫，老子还解决不了。爸爸，小姨吐出了一个虫子，小姨吐出了一个虫子。他居然把林淑琴体内的噬心蛊给逼了出来，这不可能，他怎么可能做得到？蛊术和修炼根本就不相通，他是怎么做到的？快让蛊师再次对林淑琴下蛊，对陈峰的女儿下蛊，快点！淑琴，你现在好些了吗？我感觉好多了，心脏位置不疼了。然然，你和小姨2个就在这里面待着，哪里都不要去，好吗？然然都听爸爸的。淑琴，然然，你们等我一下，我很快就回来。陈峰，你注意安全，我和然然等你安全回来。放心，我不会有事。林家所有人都给我出来，一一受死！蛊师呢？蛊师呢？让他快点给那2个女人下蛊，快点啊！蛊虫完全无法接近他们，这怎么可能？蛊师下蛊也不管用了吧？你们还有招数吗？如果没有，那就做好死的准备吧。上！2位仙王，给我上！杀了陈峰，快！给我死！我说过，今天要让林家灭亡，我一定说到做到。陈峰，你不能灭了我们林家，林家乃是100年世家，你若是灭了我们，你肯定不会有好下场的。陈峰，你想要多少钱？想要什么赔偿？我都能满足你，只要你住手，给我们林家一条生路。不好意思，林家的祖训，我可是记得很清楚。处理问题就要处理干净，不能留下任何隐患。当你们为了利益，要把林舒然和林淑琴2姐妹借给一个纨绔子弟的时候，你们考虑过他们的感受吗？当你们
为了一个区区的软件把林舒然给撞死的时候，你们怎么就没有想过会有今天？林家身为百年世家，却处处卑鄙行事，为了自己的利益，视他们生命如草芥，想杀便杀。这样的家族留着又有何用？陈峰，我们一定会改变的，求求你放我们一条生路吧！陈峰，所有的事情都是林胜墨安排的，和我们可没有关系。冤有头债有主，你杀了林胜墨即可，不要杀我们呀！我们这些人是无辜的呀，你不能把我们都杀了呀！你们这些没用的东西，都给我闭嘴！我们林家乃是华夏百年世家，区一个陈峰，会一点三脚猫的功夫就能灭掉的吗？这个时候给他求饶，丢尽我们林家的脸面。我说过，今天陈峰不会赢，就一定不会赢。林胜墨死到临头还能保持这份气定神缓，不得不说，你这个林家家主还有一定气魄。这不是什么气魄不气魄，只不过在我眼中，你陈峰入不了我的眼。好呀，林胜墨，既然如此，那你有什么招式，尽管使出来。今日我要灭你们林家，就要灭得你们所有人心服口服。大哥，你真还有什么招数能够杀死陈峰？大哥，快点把招式使出来吧！陈峰这个王八蛋杀了我林家这么多高手，让我们林家损失惨重，尽快将他杀死，报我林家今日奇耻大辱！大哥，林家花万亿培养高手全被灭了，传出去敲掉大牙，快杀死他！陈峰，宵小之辈，冒犯林家只有死！出来！陈峰，你的实力再强，你也只不过是血肉之躯，我不信你能抵抗得住热武器的攻击和摧残。换句话来说，即便是你能够躲得过这些热武器，林淑琴和你的女儿，他们能躲得过吗？林家成为百年世家，自然清楚，一直以来都有人觊觎林家，仇视林家，因此林家的守卫自然也会做得固若金汤。修炼者供奉林家有，奇人异事林家也有。除去这些热武器，林家自然不会缺少，并且除此之外，在我们林家的别墅以及林家周边10公里内，地下都埋了足够的炸药，每一处炸药都配备了单独的遥控器。陈峰，现在只要我一声令下，林淑琴和你女儿脚下的炸药就会被引爆，他们两个就会被炸死。我们林家的强大远不是你们这等小小之辈能够想象的。对啊，我们林家还有热武器，地下也还有炸弹啊！我怎么把这个给忘了？陈峰，你能打败我们林家的高手，能够将蛊术解除，那又如何？在热武器和炸弹面前，你这血肉之躯1秒都扛不住！你今日还是得死在这里！爸爸，我们这下该怎么办啊？这地下该不会真有炸弹吧？然然，别害怕，爸爸肯定有办法的。我们保持安静，让爸爸想想怎么办。好。然然，放心，爸爸说过，今天要帮妈妈报仇，今天会灭了整个林家。就肯定会灭了整个林家，无论他们有多少招数，今天他们的结局都无法被改写。你小子口气倒是不小，但口气终归只是口气，在林家这个庞然大物面前，你胳膊终究拧不过大腿。动手，开枪，开炮！陈峰、林淑琴还有这个然然，今日都得死在这里！好棒，子弹根本就打不进来，爸爸好棒！然然，我就说过，爸爸肯定是有办法的。陈峰，你果然还是有点本事，不过这也无法改变结局。子弹打不破你的防御，那火箭弹呢？大炮呢？给我加大火力，上！给我继续加大火力！陈峰虽然能够防住火箭弹，但明显比防御子弹要差很多。给我继续攻击，他肯定支撑不了多久。不好，我的实力并没有恢复到最强时期，火箭弹的强大更是让我防御无比吃力。如若对方继续采用火箭弹攻击，只怕我支撑不了1分钟了。陈峰嘴角流血了，看样子他是支撑不了多久了。火箭弹，给我继续攻击，再次加大火力，杀了他！让林胜墨这个老贼发现了，这样下去恐怕是真的支撑不了多久了。快，继续发射火箭弹！陈峰已经支撑不了了，给我加大火力，冲！不行，这么下去，不仅我会死，就连淑琴和然然都得死。修炼者再强大，也真不是这些热武器的对手。对了，他们刚刚说这地底下到处都是炸弹。
地底下的炸弹需要按动遥控才能引爆，那无非也就是一个开关罢了。而我的灵气则能将地底下的炸弹开关催动，直接引爆。哈哈哈哈！好，陈峰的防御被彻底摧毁，陈峰死定了。谁？是谁引爆的炸弹？到底是谁？引爆炸弹也就算了，为什么不引爆陈峰脚底下的炸弹？是我引爆的，当然不可能引爆我脚底下的炸弹了。是你引爆炸弹，对我这个修炼者来说只是小菜一碟，催动灵气分分钟就能引爆。爸爸好厉害！林胜墨，这个时候你的表情可没有之前那么淡定了，是不是已经没有什么底牌能够拿出来了？陈峰，你别高兴得太早，你脚底下的炸弹还没有被引爆呢，我现在就让人引爆，炸死你！不用白费力气了，我能通过我体内的灵气引爆炸弹，我自然也能够通过我的灵气来摧毁炸弹。现在你就算是把遥控器按烂，我脚底下的炸弹也不会被引爆了。陈峰，有话好好说，咱们可以谈。你现在没有招数了是吧？那就到你死的时候了。不，陈峰，有话好说，我觉得我们也不是一定。舒然，我给你报仇了。爸爸，你今天好厉害，就像是电视里面高手一样厉害。然然，小姨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从现在开始，你以后就叫我妈妈，不要叫我小姨了，好吗？其实我知道，小姨你已经想当然然的妈妈了。然然是怎么知道的？那一天晚上，我听到了楼上有打架的声音，爸爸打赢了。然然，你别瞎说。